继续正段消息，来看民进党的立委王义川昨来指控，讲有人甲军中甲翕相。今仔日有上新的野料，伊讲其中一个涉案的军中的摄影者，甲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的前助理是同名同姓，伊怀疑黄国昌嘛牵涉到这个案件。黄国昌面对指控回应讲，办怎差异？称为狗仔啊，是不是其中那一位姓李的？ 涉案的，面对线索列出指标，民进党立委王义川指控红头翕过6天，前一天野了偷翕的人拢总有4个，拢是凯斯国际公司请的。如今满街秋田，王义川怀疑的人就是伊。这位李姓助理，因为他领你的薪水，你一定认识。请问你知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在凯斯国际上班？对不起诉所有内容比对名字。 公开资讯拢正清楚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在2016年选立委时，正伫现金的新报内底出现一个姓李的助理，在工作期间拢总领33万的薪水，甲其中一个涉案偷翕的人同名同姓。黄国昌先生，你有没有跟凯斯国际相关人等讨论相关的案件？领你薪水的李姓助理就是跟拍我的狗仔之一，黄国昌，你该负起在政治上的相关责任。随着关联性，王义川质疑黄国昌可能牵涉到操控军中政治的行动，也认为凯斯国际背后有问题。不过黄国昌唔正面回应，在那边含沙射影，一天到晚在秀下限，讲一些蠢话。 我就直接回答，我根本懒得理他。到底敢有牵涉到讲偷翕？这摆双方谁人讲一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